喂，各位中意食士多啤梨嘅朋友注意啦！平時我哋喺超市買嗰啲士多啤梨，係咪成日覺得得個大字硬崩崩，仲要帶啲酸？最近一間美國垂直農場公司愛斯宣布，佢哋嗰款貴婦級日本品種士多啤梨正式登陸安省中部。呢隻叫 Koyo Berry 紅葉嘅士多啤梨係由日本 CEO 帶去美國種嘅。佢話以前去到美國覺得啲士多啤梨求量不求質，所以決定要喺室內農場用最先進嘅技術倒模日本咁優質嘅士多啤梨出嚟，有幾勁？呢隻 Koyo Berry 標榜全年都係最時令嘅味道，口感爽，實得嚟又夠甜，仲帶少少清新嘅酸味。講咁耐，最緊要賣幾錢先？喺 GTA 區，包括 Bolton 等地嘅 Fortinos 已經有得賣。雖然唔係平，一盒入面得8粒中型士多啤梨，仲要每粒都有自己嘅獨立位，費事撞淤。售價係12蚊9毫9加紙，計落平均一粒要成港幣7蚊幾，加幣過6，買嚟送禮或者自私食一兩粒，好真係儀式感滿滿咁。如果你心思想試，但又諗緊值唔值得，可以睇下呢個比較 Koyo Berry， 口感爽實細膩，冇硬心，極高甜度，香氣濃郁，酸甜平衡，粒粒形狀完美，色澤深紅誘人，售價12.998粒。加拿大超市普通貨 Driscoll's 等等，口感比較硬身，間中會有白心或者空心，味道呢就夠淡，有時仲會幾酸添。佢嘅體積大小不一，有時表面仲有碰撞嘅印，但係價錢親民，4.99到6.99就買到。如果你係追求極致，想體驗日本水果嗰種精緻，或者情人節想氹下另一半，咁12.99係值得投資嘅。如果你係追求抵食，想用嚟整奶昔、整蛋糕，或者俾小朋友大啖食，咁超市平時幾蚊加幣一大盒嗰啲會實際啲。講咗咁耐，有冇心喐喐想去 Fortinos 買翻盒試可？留言話我知。多謝收睇，請訂閱、點讚同留言，我哋係非常一般707，下次見。